昨云林落大雨，虽然无淹水，也毋过大洗烟花，因为土质松软放花，一寡沙白鱼、虾仔、佮蛤蟆四界流，有时雨大约是损失200万。水利处买精心派人去抢修，按算今仔就会升格放花的所在，用太空包先封起来哦，再个来想办法争取经费征收补花。怪手来回咧囤土，准备要贴太空包。初七云林县虽然落雨无造成淹水，不过伫大溪有云仔边的土因为伤过松软，所以放弃10公尺。市地内底沙白鱼、虾仔甲蛤蟆流去，损失大约200万。可能鱼仔甲虾仔就随那个水出去了啦，都没有了啦，都有都流掉了。鱼仔位若无走去嘛，拢死去啊啦！啊，伊像安尼啊，甲放落我一ขุ放去，安尼起来共放8架去咧呢。大溪乡长表示，大溪乡海部新生地有上千公顷的鱼云啊，早期拢是用石啊甲土来隔开，不过经过20多冬拢无整修，只要落大雨就有可能会放弃。而且这嘛唔知属于什么单位咧管，或永实户唔知要安怎去讨帮助。遇到下雨或是一些天然气候极端，就一些土地了都会崩坏了，所以我希望有关单位给予我们重视。它本身的一个编定就是工业用地所以从原来之使用的这个渔民我们说的养殖渔业区没有办法接受到中央的一个补助了。希望中央部会能够介入来让它的这个切身能够更加的分明云林县府表示，即马是水利处先派人去抢修，按算初8就会当甲太空包贴好好势。若过去只要大溪养殖区发生云仔边放弃，拢是由地方出经费一段一段修补，希望中央会当补助经费来做完整的整修，避免以后阁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